天干，你要请几倒？可以讲好多次。
會阿姐平安，是吧？這是咱一般先準備電板，天氣上俾我感謝你，每次我來到你嘅縣，就特別3件，同我嘅朋友跟下地址嗰3件事，現在我嘅心充滿快樂，主啊，若是你，我會做。這個世間這麼交換的時陣，無論是進入的，無論是天災，都總會驚訝為雷的我。都是我有主的照顧，我平安經過一禮拜。剛才在這禮拜中，有辛苦變件，還是講心身的考驗，總是你，我知我相信你，你一定一項一項給我好辦，因為你我的，我只有交代在你的面前，有你是靈命，是吧？我那逐擺。在你面前求求祈禱的時，我就感謝，因為你，我這個好的機會，通甲你講話，通將我的快樂，將我的甜，我的酸，也的甜，我的香，攏總看在你的面前，互你給我解決，互你給我幫助安慰應助。主啊，我若在所求的，合你的旨意。就是你是穩定的，是吧？你剛才我每一個人信心的堅固，在你的面前有你的照顧，在你的面前無虧欠的感覺，在你的面前向我現當的所有的，攏在你的面前有你的感覺。無論小可的一線，還是大的幫助，感覺，加上你羨慕。rồi các bạn sẽ cảm thấy được thì bạn cái bài chỉ để kiếm bài à sẽ tiếp xúc để liên siêu à sẽ bao giờ thì tôi các朋友讲话是都会当这种的现实的关系来源，我会当显出你的关系，你的看的我，会当看的你，是吧？反正就是来这个世间，你和我来这个世间的目标，我唔后悔，后悔这个好的机会。我感謝你，今仔日你享受我機會，我感謝你。有變化，今仔日在你的敬拜，得到你的感恩，得到你的祝福。每一個人，我達成辛苦的勇氣，和我的能力勇氣，能跟力量。我就今仔日的敬拜，獻在你的手，獻在你的面前，求你感恩。我若所求合你的旨意，我你是我。感謝主位上帝，我哋兩歲嘅入幕，我哋全世界嘅人，甚至台灣我哋高雄嘅中間駐下，出人意料外嘅代志發生，係嘛？求主你現況家的疫苗，求主可以引發的這個人，平安一點，就全世界，就你說世界人，我哋教會都計劃，一切。可以祝福你，希望書你我讓用前行，不管你的多了，我們的萬改變，但最終最良，也是一直所謂受助這個幫助。我哋就叫先奉主耶穌。阿門。阿門。
兄弟姊妹和睦，三处是怎样的幸福，怎样的快乐？就是咱要来吟诗学乐，圣诗257首，圣诗257首，心北祝健康，请起立。257首，心北祝健康。心北祝健康，就是上帝的唱，这时，咱要用10条戒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第一条，我以我你唔通有别的上帝，唔通用伊雕刻偶像，唔通滥散称交换你上帝的名。第二日安息日，守伊做圣，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唔通害死人，唔通惊奸淫，唔通偷窃，唔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唔通食你厝边的。请坐。这是咱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愿甲主同着，也劝你唔通空受上帝的恩，因为伊讲，伫得到接纳的时，我有听你；伫拯救的日，我有帮助你。你看，这条是受接纳的时；你看，这条是拯救的日。愿一概无脱界的人，免得伫这个积分
犯嫌，就是凡事证明本身合伫做上帝的册用，是伫最吞忍、患难、欠亏、分别、受拍、看家、扰乱着我、无困无食、连结、知识、宽容、仁慈、圣信的感化，无假的听。真理的道，上帝的宽容，用义的正气伫左右，无论阳光、凌辱、歹名声、好名声，亲像骗人的，其实是诚实的；亲像人毋知，其实侪人知；亲像要死，其实是活；亲像受责罚，其实直到死；亲像烦恼，其实常常快乐，亲像送香，其实互最人负；亲像无有，其实是无毋有。哥林多人啊，愿往恁开嘴开，心看看，毋是对阮互恁下客，是伫恁的心家己下客。恁着学这个款。家己开看来报答阮，阮安尼讲是亲像对家己的细囝来讲。来读现代中文译本，我们是上帝的同工，我们要劝勉你们。既然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恩典，你们不可使这恩典落空，因为上帝说，在接纳的时刻，我垂听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你。因啊，现在就是接纳上帝恩惠的时刻，今天就是上帝拯救的日子。我们不愿意别人毁谤我们的侍奉，所以我们也不妨碍别人。为了在一切事上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忍受各种患难、贫穷、困苦，我们遭受鞭打、监禁、暴民的骚乱，我们的劳苦、失眠和挨饿。我们以纯洁、知识、忍耐、仁慈，更借着圣灵真挚的爱、真理的信息和上帝的大能，来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以正义做武器，攻击敌人，也保卫自己。我们受尊敬，也被侮辱；受责骂，也被称赞。人家说我们是骗子，其实我们说的是诚实话，说我们是籍籍无闻、默默无闻，其实是家喻户晓。说我们死了，其实都好好的活着。我们受刑罚，却没有被杀；忧伤，却常有喜乐；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好像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哥林多的朋友们，我们向你们推心置腹、坦白说话，不是我们偏狭，而是你们自己心胸狭隘。我对你们说话，像对自己的儿女说话一样，你们要宽宏大量，用我们待你们的气量来对待我们。以上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伊所启示的话，这时咱要请李牧师为咱来证道。伊今日带来的信息是上帝同工。咱做伙来祈祷。主必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阮搁一届自接伫你的面前。虽然阮的加州逐工的确诊，也搁有8、9百个伫昨昨日，讲超过1200个。但是你的保守的下面，阮会通搁一届伫礼拜堂来自接，来对你摆列阮的感谢甲敬拜，也继续恳求你来带领、施恩、保守阮。
互阮每一个人会通伫生活中间有你的教育稳定，得到健康。我特别来感谢你保守王牧师伫前礼拜倒转去伫厝里接受家庭的治疗了后，有真好势后礼拜三要伫治疗结束了后要做检查，希望会当伫主你的保守下面一切拢得到顺遂。我恳求主你带领体育甲去今仔载半暝要启程去到伫东华，一礼拜几的时间你也保守因。阮将阮的教会也交托伫你的手中，也将阮的故乡台湾的疫情交托伫你的手中。伫台湾的礼拜日今仔日确诊的人数剩107个，阮真正大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找派日本美国诚侪台湾的天使，将阮买袂到的疫苗会通送互台湾，有侪人会当得到利益。阮也看见主你的恩典是够也万用的。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教会交托伫你手中，主你亲自甲阮三甲地地，献上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免。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是这段的经文所写的上帝同工啦上帝同工其实是今仔日的经文。这个保罗所讲的第一句话伊伫遐咧教哥林多教会，搁一解讲因其实咱主要看今仔日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啦所以毋是迄个哥林多教会人毋捌保罗，伊就爱自我介绍。是经过一段时间甲因牧会了后，因发现因犹原伫信仰、伫生活顶悬有问题。伊搁一解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甲因介绍，伊是甚物人，甲因所伫做的，甲因所受的呼召是甚物货。甚物人是上帝同工，也是讲咱诚做基督徒，咱要安怎来做，才是上帝同工。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讲真济啦，讲真清楚，讲真清楚。咱对伊所讲的遮的物件嘛，要做一解，搁一解来伫咱的生活中间来思考啦这段期间，台湾真侪教会开始拢毋是真侪教会，应该是讲所有的教会拢爱这个用像咱安尼live stream 这个用袂当伫这个咱讲 in person 的 worship 因足侪人足 struggle 啦伫咧分享的中间甲一寡较少年的同工，因伫遐咧讲伫这中间当然台湾基督教教会的总会甲国中会基本上反应无够紧，反应无够紧的一个原因是因感觉讲台湾OK 啦，2-3礼拜就过去安尼啦但是照咱伫加州，也是讲咱看全世界疫情的这个历史来看无可能遮尔紧就过去啦所以你爱 ready 去做一寡改变，做一寡思想，亲像咱过去1年偌久，咱拢总关偌久，咱当然咱较早转来啦到伫6月15号，安尼拢总加州关偌久，咱会记得。咱是对旧年的3月15了后开始关的，所以是1年4个月的时间啦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安尼伫这段时间，其实咱一直咧思考足侪物件，包括讲教会是甚物货信仰是甚物货，啥物是上帝呼召，头前的路上帝要安怎？咱思考真济咱思考真济。伫遮的问题会通，互咱倒转来思考，是讲伫圣经咧甲咱讲的上帝同工的迄个真正意义到底是啥物货啦
伫咧看到台湾一寡同工咧分享啊，甚至因有中会做一寡决定，有一寡中会咧做决定的时，因安怎讲因决定吼，无开放实体礼拜进前，圣餐拢要停啦。啊，原因是啥？原因是啥？你若感觉讲，咱若过去一年4个月的时间，咱拢无守圣餐，你会感觉安怎？其实台湾教会、长老教会系统守圣餐吼，已经是足少的，吼，无牧师的一年2摆，有牧师的咧一年6摆，对无？迄足侪教会是逐礼拜守的呢，吼啊，到底守圣餐的意义是啥物货？咱因为神学的思考，因为教派的关系，所以咱坚持伫即个时间，我就是要守圣餐。也就是讲，上帝有互咱其他的启示，就像我前礼拜咧甲咱讲的，对我的感受内底，上帝互咱倒转去伫第一个圣餐所引用的，第一个圣餐是耶稣的最后晚餐，对无？伊所引用的是出来记第10个灾难，害大囝迄个，伫厝内底3甲8饼，度过即个瘟疫、攻击的即种的场景，这叫做 context。咱若想讲要用宗派去想，用教去神学去思考，讲 OK，reject，安尼到底咱伫信仰顶悬的生活，咱要安怎来思考？伫中文呢，我今仔标题是用中文吼，上帝的同工吼。啊，这若伫咱咧讲福音派教会，还是讲即种华语教会来讲，因会足强调这个部分，甚至后壁佫会甲你加一句，我们是尊贵的什么祭司啦吼，嘿，感觉足安尼足安呢安尼吼。但是你注意来看台语的经文，拄则主庆遐带咱读的，伊讲啥？阮是甲主啥物？当着我的啦。吼，当着我的吼。昨阮厝里有一个朋友，第一个见面是我较早的教会青年带来的男朋友啦，吼，啊，伊咧甲我分享，吼，伊咧讲，讲生者讲伊甲因牧师咧迄落吼，因爸爸是开迄日本料理店，啊，因牧师就去因店里食吼，啊，伊足爱去甲牧师服侍啦，吼，啊，伊去服侍牧师的时阵是讲吼 ，You are sir， 安尼啊吼，所以足欢喜安尼吼。即个牧师就用讲道时，伊讲牧师用伊做例啦吼。伊讲你想要互服侍进前 ，you have to be served。你嘛爱会晓互人服侍啦。伫教会中间是即种同工的关系啦吼。即种同工的关系，咱要安怎来建立是人甲人的同工，人甲上帝的同工？其实即段时间。咱一直咧思考是，啥物是教会？教会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甲建筑物其实一点仔关系都无。吼，建筑物是组织伫即个所在，互咱做伙，即个会当诚做见证，吼，诚做见证。咱要来看圣经原文咧讲的，吼，当着我即个字伫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是啥物货？吼？伊的意思是讲，即个 synagogues 即个物件，即个字吼，甲 synagogue 足共的啦吼。意思是讲哪？组织做伙伫遐做工啦吼 ，work together, cooperate 吼，也是讲咱做伙伫遮咧做代志，所以耶稣邀请伊的学生做伙洗骹。耶稣邀请伊的学生做伙掰饼，吼，这个，我想爱真注意的。像我拄则咧讲的圣餐来讲，咱已经足习惯伫迄个礼拜堂内底，足侪人做伙守圣餐。即马无安尼守圣餐，感觉讲咱迄无掰饼的感觉，对无？咱会记吼，最后晚餐几个人？毋是5000个人哦，5000个人有掰饼无？有啊。
4000个人有八饼无？我前礼拜有讲啊吼。但是圣餐的时阵，是门关起来，迄个家庭的关系，迄个耶稣的 context 怎样？伊要度过啥？度过死亡的攻击，敢毋是安尼？伫搬过节的时阵嘛，是咧度过瘟疫的死亡的攻击，敢毋是？足侪人误解出来记哦，讲哦，上帝偏心，对以色列人特别好，以色列人10个灾难拢无代志，请咱会记哩。是安怎以色列人需要抹羊血伫门外顶悬？是安怎因着爱门关起来？是安怎着爱做伙伫遐掰饼做伙食羊肉？为什么？是因为因嘛会遭殃啦。用咱的现代讲法，就是讲，迄个羊血甲迄个羊肉好哪参像即卖疫苗。有个人无要注疫苗，有个人无要挂喙罨，有个人无要保持距离，对无？哦，迄个概念，咱用安尼当然袂当同等吼，想互咱来了解，上帝是借着迄个羊羔的血。羊羔的性命，或者会相信佮照伊的话的人安那得着救，即阵人就是以色列人。哦，即阵人就是甲耶稣做伙掰饼的人，即阵人就是今仔日咱坐伫遮，咱要佮甲上帝做同着无的，迄个关系，迄个概念。共即个字伫倒位呢？嘛出现呢？伫咱拄则祈祷了后所用的主祷文。我今仔日结束祈祷了，才互咱来用主祷文祈祷，是要爱强调即个物件。伫迄个内底讲，阮的日式今仔日赏赐互阮，上帝用伊甲咱同工的关系来帮助咱。迄个即个工作是要做帮助，互相的帮助。赏赐咱今仔日的日式。是上帝甲咱同工，因为伊知影咱要，知影咱欠缺，吼，知影咱欠缺，吼，所以咱爱伫即个所在，咱去看着讲，保罗伊伫遮真强调的代志是甚物物件啦，吼？到底要甲什么人同工？其实保罗足清楚的讲，伊是上帝的同工，伊无讲我是恁哥林多教会的同工，伊是讲阮是上帝的同工。这咧强调是啥？伊毋是咧否定哥林多教会甲伊的关系，伊是咧提醒伫基督徒内的呼召是甲上帝的关系，哦，是甲上帝的关系。保罗的服侍是甲上帝做伙同工，伊做上帝同着我的。耶稣讲，恁着爱彼此洗骹，吼，服侍三听。所以伊讲，你着接纳，伫得着接纳的时阵有听见你；伫拯救的时阵我有帮助你；伫接纳的时我听你；拯救的日我要帮助你。所以伊伫遮咧讲足清楚的概念，就是讲你爱注神看。现代中文有本是用听啦吼，听啊，但是伫原文是 behold， 是看，是注目看的意思。你的眼目爱顶悬看，注目去看，看啥物？看你的救恩伫倒位啦。你若用诗篇121篇，安那？我的帮助对倒落来，袂好。你去看你的帮助是对倒位来，你的呼召是对倒位来，你要安怎甲上帝来同工啦？吼，所以你看，即点就是受接纳的时阵，你看即点就是拯救的日，这是保罗伫遮。足清楚来讲，然后伊伫后壁吼，开始提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啦。安尼讲读圣经的原则就是讲吼，有咧讲你通安尼，啊你毋通安尼，就是表示因安那当时是拢有遮个问题伫咧啦。吼，咱来看伊个问题是啥？伊着爱坐坐吞论、患难、欠缺、困迫、受拍、关监、扰乱、着磨。无困、无食、连结、知识、宽容、仁慈、圣神的感化、无假的听、真理的道、上帝的观念。伊伫遮咧做一寡提醒，伊讲咱爱去面对遮济的艰苦，
做上帝的同工，嘛会去面对着遮济的艰苦。有一部分是对环境来，有一部分是对上帝来的，甲咱的磨练；有一部分是对正会友来的问题。然后你注意看伊后壁，伊讲人会讲伊安那，讲伊亲像死啊，吼，其实是活的，因为受责罚啦，吼，甚至有受批评啦，等等遮，你会看伊讲。哥林多教会基本上欠缺一个同工的关系。哥林多教会佫欠缺啥？哥林多前书13章讲真少，欠缺啥？上重要的特质是啥？听嘛，对不对？哦，保罗伫哥林多教会所咧提醒的，就是遮个物件。所以因迄种彼此同工。人甲人的同工，人甲上帝同工的关系是足欠缺，足欠缺。伊12节伊安讲，毋是对阮恁威胁，是伫恁的心内家己威胁。你会当看伊讲，保罗咧提醒遮个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咱真侪时阵拢用家己的角度伫咧。咱讲吹无上帝也好，也是讲代替上帝的想法。咱来看两个人啦，吼，等下讲到保罗家己啦，吼。咱先倒转来看最近伫查经的中间，咱所伫讲的扫罗王的问题。扫罗，上帝按立伊做第一个以色列的国王，但是确实无偌久哦，无偌久哦，伊就去用绑节啊，是安怎绑节？扫罗想讲，我若会当活伫即马2021年的台北市做市长，应该介好。做毋着代志，免落台，有一个鼓掌会当落台就好安尼吼。是安怎？伊自以为意啊！伊感觉我做王啊，上帝同工罗卜还未来，我会当安怎？我会当代替伊啊！我会当代替伊，反正代志有人做就好啊。是毋是安尼？伊的心态，你注意看，伊的心态就是安尼。所以，当撒母耳还未到的时阵，伊挡袂牢，看你情势真乱啊，非利士人攻打来啊，伊家己会着惊。这亲像保罗今仔日咧讲的，是你家己的心态有问题啦。12节今仔日的经文12节讲的，保罗安怎讲？毋是阮的问题，是你家己的心内话过，是你家己心内着惊，是你家己无遵探上帝的旨意。咱几礼拜前有讲到亚当夏娃，对不对？亚当夏娃因家己去犯着上帝互因的诫命，结果怪啥？亚当怪夏娃，夏娃怪伊去买纸，敢毋是安尼？是家己的问题，家己的问题。所以咱看见扫罗王本身，伊掠做伊家己是做王，伊会当去面对、去做决定、去做真侪代志，有无？扫罗王的上大问题，过来伊看袂起啥物人？你主要听伊甲撒母耳的对话，你著久久拢无爱来啊，你著无准时嘛，是毋是？你著安怎嘛？当然这有个怪样，伊无愿意等待这个上帝罗卜的来到，伊无愿意等待上帝的时间来到，伊要用伊家己的时间做时间。我讲这是足侪人咧犯的问题，毋是干那现代人基督徒尔，含足侪，特别是迄种民间宗教的人，因就要创啥？就要丧命，想要创啥？改运，敢毋是安尼？想要改运因为想讲这风水无好，所以着安怎改，着安怎用，着安怎用。你若看迄足侪地方首长伊若就任的时阵办公室来摕几若百万去改，为虾米？配合伊的风水啦。要用人的方法去想看卖会当改变无？当然上大的问题，扫罗王伊得罪上帝，伊得罪上帝。咱会记哩伫出来记的这个过程的中间，以色列人时常埋怨，拢怪啥？怪摩西，怪亚伦。
上帝甲摩西讲啥？你免烦恼，因怪毋是你啦，因怪啥？伊是咧得罪上帝，咧得罪上帝。咱来看今日的主角保罗，保罗，腓立比书第3章。伊伫即个所在安尼讲兄弟啊，我阁有话讲，恁着爱靠主来喜乐。我将即个话阁一解来写互恁，毋是咧为难，是爱恁来准备特动吼。伊伫即个所在，伊咧讲伊啥物货？伊家己过去的生活。你知影司提反受难的时阵，有一个人伫边仔拍扑克按赞，啥物人？迄阵叫做扫罗啦。伊的心态是啥物货？对第5节咱来看，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中间便雅悯的支族，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你讲啥？伊咧讲我是顺了，搁再顺的，袂当搁较比我搁较顺的啦。意思是安尼啦吼。过来伊搁安怎讲？伊讲。就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人，所以伊是法利赛主义的热心分子。咱咧讲迄个基要派，足极动的，足即个暴力的吼。咱咧讲基要派，差不多是即种型的吼。就热心来讲，我比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我是无通指责的。你有注意听讲伊个早安怎偌骄傲无？咱看吼，搁第5节后壁吼，伊讲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讲，我比迫教会是无通指责。这就是今日保罗咧甲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伊过去的心态就是安尼，伊感觉伊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伊尾啊第7节、第8节安怎讲？进前我掠做有利益的，因为基督关系变做无利益，安尼有甲上帝同工无？伊有甲上帝咧同工啊！伊开始咧思考，重新思考人甲上帝的关系，毋是用人家己认为迄个基神学教派等等的去思考这物件。伊无因为安尼，我万事。会通做有损害，用我来认捌主耶稣基督做啥物啊？做上好的宝贝吼。这是保罗伊家己伫迄个所在来看见的。所以伫个新旧咱看伫啥物啊？伊是一个真做法利赛人的骄傲，伊真做法利赛人的骄傲。普遍的来讲，伫耶稣时代，法利赛人拢有即种的心态。真做法利赛人的骄傲，我是迄个上等的人啦，上等的人别人拢是啥物啊？二等公民啦，有迄种的心态安尼吼。其实即种咱咧讲这民族主义，也是讲人种的其实即个问题，逐世代拢存在，逐个民族内底拢有啦吼，所以咱爱亲像保罗共款，时刻伫迄个所在来反省吼。伊掠做家己是对的服侍，对。拄则的经文甲咱讲真清楚啊。伊讲啥？伊讲我是无通指责的，我比迫教会是无通指责的。圣经甲咱讲伊过去是靠肉体。对伊来讲，现在靠肉体服侍，毋是上帝的同工。咱若去看这个腓立比书第3章真完整，伊伫迄个所在讲，伊为着基督安怎放杀万项事啦吼。咱知影伫伊拄着上帝圣神目睭青眉进前，用咱的即摆话叫做破水的坚冻，对无？但是拄迄个时阵了后呢，伊安怎？上帝互滚哪个对着伊的人拄着即个代志啦。伊旧约有一个规身躯生太哥的将军，伊讲阮国家的河敢无比约旦河较好？
怎样乃蛮啦吼。啊，你也想啊，今仔日若准讲有一个将军，伊确诊武汉肺炎，伊有法度去领部队无？哦，我想上帝互咱有足济的迄个 context，甲圣经内底当做一寡思考。上帝互保罗青霉了吼，伊无意外，无法度去惊换，伊爱放杀济济事来军队基督，所以讲，着爱袂记即背后努力往前啦吼，袂记即背后努力往前，做上帝同工。啊，咱信主久久，咱军队主久久，时常无数嘛咧想讲，到底我即摆咧行即条路，是毋是真正上帝要叫我行的路？我定定去思考，定定去祈祷，啊，望上帝继续来带领吼，继续来带领。啊，这坦白讲，这真困难。无有一个人，一个谦卑的人，会当甲你讲，我足清楚上帝的旨意啦。那安尼你就是上帝。咱真侪时阵是上帝带了，咱回头看，哦，原来上帝就是安尼带，有无？你毋知有即个经验无？你若知影讲好，好，过来10档20档吼，我拢知影上帝要安尼带。你比我较高。咱敢真正认捌主？咱来看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的经文。即阵耶稣的门徒跟对伊一段时间，耶稣叫因伫船顶，然后因拄着风涌。风涌了后，当耶稣行伫水面的时，学生看见有一个人行伫水面，因讲啥？哎呀，这是什么人？这是啥？啊，我着鬼共款啦吼。啊，当耶稣平静风涌的时阵，伊讲啊，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什么人？两个记载甲船仔风涌的有关系，就路加福音22章，啊，讲耶稣平静风涌，耶稣行水面上，这两项记载来讲，咱会当发现，安怎耶稣的学生事实上并无了解伊的老师，到什么时阵？到耶稣已经离开因啊，死搁活显现，迄个时阵，啊搁安怎？主啊，我要直接等你吗？还是我要安怎？有无？一直到使徒行传第2章，圣神亲自降临，甲因同在了，因重新得到快乐了后，因才真真正正甲主同工。他们讲真困难，真困难。我相信圣经咧记载保罗伊受呼召的过程，讲也真短。我想伊嘛真 struggle，嘛伫服侍中间伫学习。包括我足敬佩，就是伊甲阿波罗的关系。你若去看《使徒行传》，其实阿波罗咧传的，甲伊传的完全无共款。阿波罗传的是啥物货？洗礼约翰的洗礼。保罗咧传的是基督搁活的洗礼，是圣神的洗。两个人拢伫教会做影响力的哦，对无？保罗安怎讲？毋是因为阿波罗的关系，毋是因为保罗的关系，是啥物人？是基督的关系。这是上帝的同工。那望咱过来教会继续的这个历程的中间，咱有上帝同在，上帝快乐甲咱做伙，上帝旨意显明伫咱头前，互咱一骹步一骹步对主来行，兼做一个谦卑愿意甲主同工。主的恩典充满伫咱的中间，咱做来祈祷。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过去这段时间，会通得到主你的恩典保守看顾，也互阮因为这种的经验，知你的确甲阮三甲伫地。你也透过保罗对阮的提醒，
阮得勇敢，阮得来举目来望你，来注目看你，因为阮是受你的呼召。阮甲你同工的时阵，阮就充满住你的恩典甲快乐。求主你的恩典施乐伫阮新友教会，阮过来日子的中间，有主你的旨意继续来引带，让阮的兄姊妹，阮的同工会当勇敢坚固，继续对你的脚步来行。愿献上感谢，也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就是咱要过来吟诗来感谢上帝对咱的救赎。先是295首，先是295首，勇敢坚固圣道，请起立。第295首，勇敢坚固圣道。请坐。这时，咱要用感谢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祝福。请起立。
这时，请人同心压头来祈祷，拜上帝，阮今日会当过今日的节日，就是父亲节。你是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创造，是阮的老爸，阮也是感谢你，使阮有家己的地上的老爸，阮也少年，也求主你祝福，在做已经做老爸的人，祝你使因有健康的身体，平安健治的来继续来保守你所交托伊的机会。我也知你是做阮的目睭，你也看过阮头前的路，当阮困苦的时，迷失方向，阮恳求你用恩典来引导阮，来无惊吓，来向前来跑走，带阮来到通安息的所在。感谢你用你的光来照阮，阮会当找见你的光，过你的光来进入阮的心中，保守阮的心怀甲意念。当阮陷入黑暗的陷阱，头前雾雾无明，阮拢深信你是阮黑暗中的光明星，用疼来保守阮，使阮有够强的信心。阮的生命中有良善，是阮所祈求的。感谢你，互阮逐人的灵魂，拢充满着对你来的疼，会当伫你的怀抱中彼此的相听。阮也牵着你，阮厝边的手，阮同心来向你好好来敬拜。阮伫遮搁一摆求你坚固阮的信心，用恩典、平安引带阮，使阮有智慧、慧力到你所应允的所在。因为阮深信你的救恩是直到永远天。阮也伫遮所献出的，愿主你欢喜来垂应甲感动。阮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请李牧师为咱来遗体关怀甲欢迎。好，报告进前，咱先欢迎郭明雄医师夫妇来到伫咱中间啦。个，好，先甲咱多谢过去安尼一年偌久的时间，互我伫遮甲大家相甲来服侍吼。阮明仔载人要来接物件吼，过来到厝内去看看的。7月初1，阮半暝飞机，阮就离开啊吼。因为台湾即摆quarantine的关系，所以因无法度有 in person 的聚会，所以因嘛无法度决定讲会当用其他的方法来投票啦吼。所以我即摆迄个铺伫半路安尼吼，呀，但是就是上帝既然呼召安排即条路吼，无论头前安怎，就是安尼行吼，继续来听候上帝的旨意安尼吼。所以大概甲咱讲者多谢咱过去时间恁接纳听谈阮伫遮做伙来服侍吼。欧牧师有甲我分享，就是牧师的情形，就是已经伫后礼拜3即个结束即个治疗的疗程吼。
若检查了 OK， 就即个治疗就结束了吼。嘛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无伫病院住院，就前礼拜就转来，伫厝里做即个居家的治疗吼。继续为着牧师甲牧师娘来祈祷啦吼。继续为着世界的一寡政治啊和平吼，也是咱为着加州会欠水来祈祷啦吼。昨暝听讲，阮丈人遐吼高雄淹大水啊吼。即台湾欠水了，即马说有咧淹水安尼啊吼，咱遮还佫欠水啊吼。台湾的防疫啦吼，早起我的同学佫伫花莲牧会，佫咧讲花莲佫有真较重的明显的地动啦吼。嘛真感谢上帝，互日本甲美国来捐献即个疫苗吼。真意外的，昨有250万剂送到伫台湾安尼吼。我想这陆续应该佫拢有吼。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对台湾吼。好，咱后礼拜邀请Jacob 吼，迄个黄俊雄团队来分享上帝的话吼。佫来咱教会踮咪David会来报告吼，7月到12月即个后一季的即个服侍吼。佫来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吼，咱愿上帝祝福所有的爸爸啦吼。今仔日上是嘛是 David 的生日，咱踮咪会后来甲唱一个祝福的歌者吼。迄是今仔日生日才有啦，明仔载都完到。OK， 前礼拜的人数吼。好，奉献即个后礼拜黄团队的即个讲道的资料甲服侍请咱家己看吼。大家平安。咱有后壁还有迄个印好，咱会过来对7月到7、8、9 3个月的行事表吼，多谢平平姐替咱安排好势吼，印后壁吼，咱检查咱佫做一寡调整啦吼，有多方面人才拜托甲平平姐讲吼，安尼你是我代表咱教会嘛是李牧师牧师娘多谢吼，你过去一段偌久时间咱经过 COVID 教会袂当做伙实体礼拜时阵继续咱教会继续逐礼拜会当会友伫网络上佫当组织啦吼，就间上佫会当有一个早间的时间，大家做伙交陪吼，而且教会安尼，虽然是经过即个风风雨雨即个无稳定的时阵，咱会当教会会当继续安尼一礼拜会当有礼拜安尼一个元素来感谢主吼。咱看起咱有检测四周围一寡教会朋友教会吼，因检测落安尼教会落来停止，暂时停止，所以检测培育中间无啥物讲偌济交陪的机会吼，安尼咱会伫遮会感谢主，感谢李牧师牧师娘因继续由主继续带来因头前路站，因倒去台湾了后，因的囝儿伫美国吼，无迄个父母的照顾吼，但是有天顶阿爸伯会照顾因啦吼，咱为着因遮囝儿来祈祷，安尼咱为着咱教会过来头前路站来祈祷，咱教会真感谢主咱有牧者，伊讲欢喜讲伊无需要咱教会啥物负担，伊欢喜来教会甲咱帮忙咱有兄弟咱做伊来真欢喜一心要来向咱做伙侍奉，咱希望咱教会当用开阔的心，咱大家人接来接纳每一个人，咱遮就会开始，既然教会少少的人伫遮，咱也需要大家有即个
前摆吼由魔术又送人手吼，伊是讲出来出埃及2、2、5、6种迄台啊，讲你上特别叫以色列百姓做布，布林皮布要做布膜布幔啊，我毋知要怎讲啦吼。伊咧一块一块啦牵好势，交啦。我第一我听着讲，看着咱着一个启示，就讲咱教会虽然少，但是一块布要牵好势，安尼就变做一块正大地迄个会布安尼吼。安尼，我想咱需要咱的教会内底，姊妹咱遮少人，大家真做工，大家相联系，安尼，我相信咱伫上帝出内底，咱会当大家人更加好胆，从头就路走跑走，上帝的名会当，而且会当受到阳光吼，安尼，而且安尼的报道吼，谢谢。就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伊在第4篇107篇31节，咱来读解读。为着耶和华的听，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万人拢学落去。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万人拢学落去。诗篇101篇31节。咱来吟上言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请李牧师为咱祝祷。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用伊不变的慈爱，继续施恩伫咱的内面，互咱会通得到主的看顾享受伊对天顶的平安甲喜乐，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免。那就到。
是不是可以给可以先给的歌吗？咱今天拜吼，咱今天拜咯，拜咯。哎，要大家两礼拜前。吼，那个牧师吼，医保里来对啦。谢谢。这。机会。生日歌现在唱，现在电影了。